40小時。居民多次向工業辦同市長熱線反映，但問題並冇徹底解決。當局就話，哈爾濱今年遭遇嚴寒，加上工業設施老化，呢種情況好難避免。天氣方面預測，本港下晝同埋今晚天氣乾燥同埋有煙霞，下晝短暫時間有陽光，今晚多雲，吹和緩北至東北風。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，早上天氣相當清涼。而家氣溫係17度，相對濕度61%，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，表示火災危險性頗高。方便台前間報道。交通消息直擊報道。大家好，而家 Andy 同你講下交通消息啦。咁首先同你講翻啲路面事故。喺九龍區，因為有交通意外嘅關係，彩虹道去彩虹村方向，跟住大成街嘅快線呢已經封閉。咁駕駛嘅朋友可以使用其餘嘅行車線。提大家，車輛而家係唔能夠由爵祿街前往大成街。新界方面，為咗配合路面工程，而家屯門路南行嘅車輛禁止右轉入龍富路北行，駕駛人士可以改經旺達街嘅迴旋處去龍門路。隧道方面，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，告士打道東行龍尾而家喺華潤大廈，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排到去馬會單位，慢線之路落灣仔就排返去隧道出口。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，而家喺康山道橋面，東九龍走廊紅磡過海，而家就排到隧道出口。咁提大家，而家啟德隧道就間封緊㗎。最後，環保署提醒你，汽車引擎空轉條例已經實施啦，咁大家要立即行動，停車熄匙，啟動綠色生活。好啦，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。FM 92.524小時不停廣告 FM 94.8至96.9 Gawin na natin sa driver. RTHK Radio News